关心家人的消息，家人亲友谢国良伫选举的时提出免费送电动乌多摆，这大家真关心嘛，引起讨论。谢国良希望讲，会使将这个政策纳入112年的追加预算的项目。若通过，上无会使买1万台电动乌多摆。今年第4季就才开始申请兼购车，是讲有议员认为讲，这可能去影响到其他预算，而且目前是以着居换新为优先。伊认为讲，一人送一台电动乌多摆，真正是有够离经。我昨天早上拿到计划书，这一张是下午拿到的计划书。你等一下要不要替他背书一下，签个名？替谢国良提出的电动机车计划书，要求伊签名背书，各议员甲囡仔哩骑乌托摆搬出来。你记得你对市民说过什么？送高水电动机车予伊，还会给你当选进前送电动车的承诺。今仔日谢国良提出草案，希望伊当变追加预算。请问我们这一个政策符合追加预算的哪个要件？是否就有违反预算法的一个要求及规范？那如果一旦违反了之后，我们基隆市的总预算会不会受到影响？今摆一个大台车中央家电园上济补助4万1，目标数量上少1万台，嘛以旧机车换新的为优先。92年次的人，他有一台10年以上的中古车。你叫他10岁的时候就要有一台机车吗？批评当初的免费提供变做是补助，公益服务嘛为当年服务满4点钟改做是加入公益的服务，到底评判标准伫倒位？你要如何去训练？那如果用在哪个面向，这个很重要。再来，如何落实志工的这个认证？你不要随随便便透过里长。这个写个证明啊。针对草案的内容，那立议员拢抑有真侪基本，后壁佫换八德里停车嘅规划，拢需要考虑进去。希望谢国良爱提出更完善的计划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